来看公路交通界大新竹地区1000人到8人驶电动车，有议员就要求消防队要买一寡电动车专用的防火毯佮有车底拍火设备来提升救灾的能力。 电动车导火，消防员赶紧来拍火，佮用防火毯来防止火继续扩大。新竹因有科学园区关系，有不少科技人才，电动车的数量也不少。根据公路局统计，大新竹地区的电动车数量是6都以外的第1名，大约每1000人内底都8人驶电动车。电动车现在里面都是锂电池嘛，所以 容易起火的时候就很危险。我们希望更进一步的争取一些防止灾害更为扩散的设备，包含挡水板、热显像侦测系统、智慧通报系统、电动车底盘灭火系统等等。新竹县消防局指出，目前除了有电动车专用防火毯，车底紧急拍火装置以外，今年新竹县消防局会搁增加装备来提升应变能力。新竹市是举办消防演练，提升救灾能力。我们将在添购电动车防火毯6张，以及车底瞄准5具，以提升本局电动车事故的应变能力，以及本局同仁在救灾上的安全。锂离子电池它的受损的状态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其实一般民众不会知道。如果说大量的可燃性气体蓄积之后，产生有一个喷溅爆炸的话，可能都会造成一般民众的受伤。应该先赶快逃离这个电动车 火灾的一个热区的部分然后尽快做报案的动作。消防单位表示，电动车会导火，大部分的原因拢是因为电池的关系，锂电池恐惊会爆炸，所以消防局也特别提醒车主发生火烧的时，要紧离开车辆，随通报消防单位，千万唔通家己想要拍火，以免发生意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